馬查道轉翻過嚟迪比魯夫，代表翻禮拜會陪咗完迪比魯馬查道第2比0，真係用兩邊傳中就成功破到你分閘啦！呢一下馬查道身高唔係好高嘅啫，其實我腳照出到埋嚟，位度喺度，明確咁喺度，但係入波嘅係馬查道。早年路隻左腳放到去尾柱，明加索夫撈翻入嚟，到左腳先射埋香港方向龍門彈緊入咗3比0。陳冠生應該救到你，但係應該彈翻標準流浪嘅球員。不過嚟右邊呢度想出個波啊，真係靠大橋。不過呢邊左右竟然自己控身，令到馬查道有個對住龍門打對單嘅射波啊！一射遠處好輕易啊！呢個波。唔同你急，唔出嚟，一要等你嚟。呢邊在前面呢些少呢就有馬查道，佢要面對住一班嘅可能係外自己嚟，吸翻出嚟，企過，再落心啲，出埋嚟頂，又買到你，噏搏吉，去咗，咁樣俾人搶咗，再側個過頭，迪比魯夫就咗嘅軍牛喎，馬查道處理喎，呢度中攞空勢，頂得到葉紅一個佬，再執得個，頂得到，救得到係9號，哇！呢個波底啊，左腳照出埋嚟，迪比魯夫係咪？